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配合台南市吧，以城市实力为主题，推出观光美食博览会综合展区，将伫个11月29到12月2號，伫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来展开。三大主题展区有山顶、海味、甲城市事物的展区，将分别伫个官田、七股游客中心，甲着永康台南市立图书总馆小连续来展出。市长邀请全国的民众做伙来台南吃美食、看展览、抽大奖。先前的各地特色的这个美食嘉年华已经陆陆续续展开，因为台南是美食之都，可是大家不要以为台南只有1、2样或是几样的小吃，其实在台南的37个行政区里面，样样都有好吃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新营的面这个我们还有盐水的意面，还有下营的熏茶鹅等等等等都有很多地方很好吃的东西。东山的鸭头也是，因此呢，我们特别的在37区里面巡回，来展出各区的一些特色的美食。之外呢，我们在11月的时候，年底的时候，也即将在会展中心举办各地的美食大集合，也是包括台南的各地的美食，以及全国各地22个县市的美食，都会齐聚在台南。因此呢，想吃美食来台南，想了解美食的资讯看台南。希望大家来参加2024台南美食展。伫个下午的宣传记者会中，市长黄伟哲嘛甲活动的宣传大使徐凯西，伫个现场开箱分享展览的主题甲美食，一一品尝现场将近20间的摊位。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表示，这届的美食博览会将甲台南知名的3大历史古迹，包括赤坎楼、益在金城、甲对月门，复刻伫个综合展区的现场，要互民众一到展场，就亲像行入来台南同款。民众只要伫个综合展区消费满500块，就会用来参加抽奖，有家电、iPhone 16。最后一天，还阁加码要来抽100万的电动汽车，欢迎民众踊跃参加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